灰甲咧臨床嘅學名叫做甲癬，其實係指甲同埋甲床中間受到真菌嘅感染嘅。佢感染腳趾甲嘅情況咧，會比起手指甲多嘅。其實真菌咧係無處不在嘅，喺環境入邊就已經有真菌㗎啦。尤其是喺香港呢啲亞熱帶地區比較溫暖、比較潮濕嘅情況之下，真菌就特別容易滋生。所以喺香港咧，灰甲都幾普遍㗎。雖然灰甲係咁普遍啊，但係有啲人咧都感染咗灰甲而自己唔知道㗎。就好似我之前遇過一個病人啦，佢只係嚟恆常嘅身體檢查，佢本身以為咧係啲指甲淨係少少變咗色，但係經過臨床嘅診斷之後咧，係發現佢係患上咗灰甲嘅。灰指甲咧就唔一定變灰色嘅，臨床上我哋可以見到指甲變咗黃色啦、白色啦，你會見到指甲真厚咗、角化咗同埋變脆嘅。咁有時咧會發出異味，或者會導致疼痛。嚴重嘅話咧，嗰個指甲甚至乎可以脫落添㗎。如果個真菌感染蔓延開去嘅話咧，可以導致香港腳，即係腳癬啦，亦都可以導致體癬、股癬嘅情況嘅。有啲咩人容易啲感染到灰甲呢？譬如如果你成日要着一啲比較局促嘅鞋，譬如係安全鞋啦、高踭鞋啦，又或者你本身腳汗特別多嘅，咁都容易啲會感染到灰甲嘅。又或者有啲人呢個免疫力本身比較低，譬如係糖尿病患者啦、長期病患者、服用一啲免疫力抑制劑嘅人士，又或者係長者啊、小朋友啊，都會容易啲惹到灰甲嘅。最後咧就係好多女士咧都中意貪靚啊，去做指甲美甲，一啲 gel 甲嘅過程咧，佢哋會用到指甲鉗啊、磨甲器啊，呢啲共用呢一啲磨甲器嘅時候咧，就有機會感染到灰甲啦。灰甲嘅治療咧，主要就係抗真菌嘅藥物，而抗真菌藥物可以係外用或者係口服嘅。外用嘅藥物包括係一啲抗真菌嘅指甲嘅藥水啦，或者係指甲油。咁因為個指甲咧其實比較厚啊，呢一啲嘅抗真菌藥水咧，佢滲透指甲嘅甲床嘅能力咧都有限，所以用抗真菌嘅指甲油或者藥水嘅話咧，有機會係唔可以徹底根治呢一個灰甲，而導致有復發嘅情況啦。如果使用外用嘅指甲油已經一段時間，但係都臨床上見唔到有改善，又或者個灰甲嘅感染範圍比較大嘅話，個灰甲感染程度比較嚴重嘅話咧，醫生有機會處方呢一個口服嘅抗真菌藥物嘅。而喺處方之前咧，醫生有機會幫你剪消指甲，做一啲指甲嘅樣本攞去化驗，去驗下到底係邊一種真菌導致你嘅灰甲感染，從而對症下藥嘅。值得一提嘅咧就係抗真菌藥物，佢有機會咧會有一啲副作用啦，包括係腸胃不適啊、出紅疹啊，嚴重嘅話可以影響肝臟功能受損嘅。咁所以我哋都要定期去抽血檢驗病人嘅肝功能。灰甲亦都可以引起一個併發症叫做甲溝炎，即係指甲嘅邊嘅位置咧有發炎嘅情況。因為喺甲溝炎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哋可能要用到口服嘅抗生素啦，甚至乎要剪走一啲多餘嘅指甲。要預防灰甲嘅話咧，最緊要就保持個人衛生，保持手同腳都比較乾爽啦。如果腳汗比較多嘅人咧，可以考慮帶一兩對襪咧去做恆常嘅替換嘅。鞋方面咧，盡量揀翻一啲通爽透氣嘅鞋，亦都避免咧去共用拖鞋，避免赤腳咁樣行走喺一啲公共嘅地方，譬如係浴室啊、泳池嘅地方。有一點都值得提嘅就係，當大家治療灰甲或者治療完灰甲嘅時候咧，其實都要記得你嘅鞋之前着過嘅，可能已經受到灰甲入邊嘅真菌孢子感染。如果你又着翻同一對鞋，可能會導致乒乓感染，又感染翻個灰甲菌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喺治療之後最好就換過嗰一批鞋啦。再加上灰甲係咁高傳染性嘅，所以大家咧如果有懷疑自己患上灰甲嘅話咧，就記得向專業人士或者家庭醫生求助啦。